今日會主要介紹田徑運動。我哋喺運動之前都會進行熱身嘅慢跑，慢跑完之後就會進行一啲動態熱身，呢個係跳躍動作。跳躍動作完咗之後就會呢個就係跨步跳動作，可以打開個髖關節。之後我哋就換上釘牙。喺跑步過程當中分為3個階段嘅：起跑、途中跑同埋衝刺。呢個係起跑動作。之後呢個途中跑，最後就係衝刺階段，就會完成一個全程嘅過程啦。